这方面就要来关心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柱要代表国民党挑战台南立法院的选举。今日伊和新北市前市长朱立伦共台，朱立伦拄则嘛讲到会全力来替洪秀柱辅选。另外，这方面就要来听洪秀柱上新的讲法。其实对于这个郭董事长要表示要选总统，一直到他退选，这过程当中当然发生很多事情。但是我前2天我就特别说过。我说，党面临到这样一个状况，我们第一个对于郭董事长的这种退选声明的内容，我们要好好的反省、检讨，甚至于改革，这是我们一定要做的。对于郭董呢，其实我们还是要心存感谢啊，毕竟他在党最困难的时候曾经帮助过我们，而且我所知道每一次的选举，他对于这个党的一些支持啊，也是不遗余力的。那么我们要抱着感谢的态度、感恩的态度，而且肯定郭董以往的对党的一个贡献，同时我们自己谦卑改进。我觉得只有用这种方式，才能够诚心诚意的赢得人家重新对我们的认同。我觉得这不是随便讲一句话、讲一句风凉的话，就可以来挽回别人对党的这种感受。所以最大的诚意要表现出来。那么我想，郭董毕竟跟我们是有过这么一段相当长、相当深的革命的感情的，所以我们还是期盼他能够继续跟我们一起合作。朱姐会不会希望说朱立伦市长也跟您一样来挑战艰困选区呢？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他的生涯的规划不太一样啊，那么他的一个未来的这种意愿。他准备在哪个方向去做一个更好的一个规划？我觉得我们都尊重啊。当然，我们也期盼说有更多的人啊能够下来，比如说像艰困的选区，亲身下去打仗。当然也可以说对于艰困选区参选的朋友给最大的支持跟协助。我觉得这种方式是很多种的，他不叫人家一定要哪一种方法去进行。朱姐有跟这个朱市长聊到韩书记吗？哦，我没有跟朱市长特别提到这一点啊。朱市长来看我，他最重要的是对我这次到台南，台南正好就是他非常熟悉的地方。而且是他的岳家所在的地方，所以他特别来关心啊。当然，一方面给我加油、鼓励、打气，甚至于肯定啊。同时，他也说，他愿意在这次那么困难的选区当中，他会尽他所有的力气，来跟这个他的岳家一起来在地方上来协助我们。郭董这边有可能推出一些立委人选，可能会来挑战到国民党，有没有办法这个党中央或是各候选人有办法去沟通，请郭董不要推出他们的立委参选人？你说郭董推出他自己参选人，还是